搁十天就特别过年啊，嘉义县的小宝官最近有去传统市场内底，一寡民众开去买年货的所在去做食品的抽查甲抽检，要保障民众的食品卫生安全。药水滴入去食物内底，连面都反应变色。为着要甲民众入买食品安全，伫过年的时阵会当安心买物件。嘉义县卫生局车走伫水上公有市场举办食品抽验甲宣导，主要也是做一些过氧化氢，还有皂黄，还是不是有添加二氧化硫等食品添加物。那透过检疫检查，让民众知道我们买的东西有可能都有食品添加物。那当然，我们除了透过检验以外，也要教导民众怎么来辨识。进前3冬过年过节的气氛，拢受到疫情的影响。有一寡民众就讲，即卖疫情已经解封，食势可能较会转来装卡，爱款的物件可能会较侪。我拢买鱼肉爱摆的物件啦，啊，甲冬年菜啦，安尼，都买鸡买肉爱摆重要啦。猪肉、鸡肉啊，一些那个可以放的菜呀，就是蛮新鲜的啊，它的制造日期呀。卫生局指出。消保官甲稽查人员到传统市场超市来检验青菜、水果、鱼肉这相关年节食品，目前已经抽查118项的产品，有一件青菜农药残留超过标准，会继续伫嘉义县各通路来稽查食品安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